今日嚟到快將清拆嘅茶果嶺村，首先到訪60幾年歷史嘅榮華冰室，然後喺村內行個圈，而家開始行程啦。榮華冰室喺1962年開始營業，而家室內裝潢仲保持住60、70年代冰室嘅風格，掛滿咗好多舊嘅裝飾，同埋店主自己同埋客人嘅舊合照。食物就以港式簡餐為主，我點咗碗餐蛋麵。我咁杯嚟住下，一嚿一。你而家冇咁樣，睇得係果嶺，嗯，元老山卡拉地方，冇錯，好，難得有啲茶果。我哋兩個都係第一次嚟，真係搞笑。做咗幾廿年人，第一次嚟茶果嶺，我真係未嚟過茶果嶺，我幾多年。啲人成日問我香港有咩玩咯，真係唔知啊！咪就係正係旅遊區嗰入。我細個我唔中意推自己住屋村嘅，因為覺得我唔想人哋高要嘅，係啊，都唔係旅遊景點啊嘛。咁啊真喎，嗰個真係唔係旅遊景點啊，冇錯。呢度唔趁住拍之前嚟嘅先係啊。店入邊播住80年代嘅廣東歌，當日就播緊陳百強、Beyond、黃凱芹等歌手嘅經典歌。我當日問過店主，冰室會做到幾時啊？佢話整個清拆仲有一段時間先輪到冰室，佢會留守到拆卸為止。食完早餐之後就喺村入邊行下啦。呢真係似我細個即係頭先講薄扶林村都係嗰啲咯，即係茅屋區。當時仲有少數居民未搬走嘅，大多數都係老人家。出入嘅人唔多，村入邊好靜。村入邊嘅巷亦都好狹窄。嚟到石級呢度睇下可唔可以再行上山坡。呢度冇得上啦！啊，而家上。係嘛？好彩冇落雨咯，落雨就行唔到啊！即係元老山卡拉，上唔到㗎啦！呢度佢冇石級啊！到嚟山坡呢度冇咗石級啊！唯有喺度睇下風景。喺山坡望落去，可以遠望到油塘避風塘嘅景色，不過比較多垃圾未清理啊，有啲廢墟嘅感覺。行落山見到仍然開門嘅德記盞士多。繼續喺窄巷入邊穿穿插插，多數鋪頭都關晒門啦。真光商店亦都冇開嘅，應該結咗業㗎啦，應該我相信冇做㗎啦，應該係。
有啲就當係聯誼會咯，即係開台啊嗰啲又會翻嚟嘅，啲老人家係啦。或者街坊過嚟同係啦係啦，呢好高樓梯。呢度都算係村入邊比較廣闊開揚嘅位置啦。村入邊見到條龍舟，應該以前茶果嶺有龍舟隊嘅。呢度仲有天后宮同埋鄉民聯誼會。茶果嶺村呢條超過200年嘅村莊係香港嘅文化遺產，可惜敵唔過時代巨輪，好快就只能成為回憶啦。